正練健康 ，cosplay 定係 high walls， 冇料就俾人講，咪驚我哋係天種，無論你玩咩嘅項目，都係一樣咁講，成街都係鍵盤俠，咪驚我哋係天種，無論俾人傳定告狀，睇水定係冤枉，幾時輪到你講，咪驚我哋係天種，無論成績幾咁輝煌，過兩日變有遺忘，你覺得仲有希望係因為呢度係天種，覺得香港係無間地獄就舉高你對手，呢度健身人定街外人全部都最怕人，有啲 IG 度練燈，有啲依家去買 flat， 做緊其他運動，朋友問我點解仲未走，呢度我屋企，唔想外人左頭左勢篤眼篤鼻，專放粗嘢都俾人話先至谷氣，想喺呢度生存冇辦法唔決定。人越大，發現做人越難，怕失敗，怕肉酸，繼續埋怨，係人就鬧，唔走就喺度揾窿鑽，我眼到冤，你自己選擇困住喺舒適圈，仲話我極端，為我只不過係想衝出舒適圈。無論波標定練健康 ，cosplay 定係 high road， 冇料就俾人趕，咪驚我哋添重，無論你玩咩嘅項目，都係一樣咁講，食街都係鍵盤俠，咪驚我哋添重，無論俾人傳定告狀，睇死定係冤枉，幾時輪到你講？咪驚我哋添重，無論成績幾咁輝煌，嗰兩日俾人遺忘，你覺得仲有希望係因為呢度係添重。家話自己識，最後學出咗完精英，唔一定操到大隻先可以買到 TJ， 就算自己操嘢都咪死，跟條公式，有人教要珍惜，幫你嗰幾位師兄。而家中學生未夠18就已經開始悶，18歲就去晒18區嘅247操嘢，而家仲話人分傷心咪賺，笑死啲後生仔。以前好多小圈子，而家啲圈子 out friends， 咪計鬼做，圍爐享受打識教育 po IG 留言好混濁，心情好翳焗離開地獄，就一住牙糊食件雞胸肉，想 show 肌肉，想有好裝備，一定係添重。